俊宏，好久不见。准飞，俺久没看到。准飞，俺久没看到。护理长你好，副理长你好，副理长你好。现在是爸爸了呢，呀做阿爸了，呀做阿爸了。谢谢护理长这么关心我们全家。感谢护理长按关心我哋全家人，感谢护理长按关心我哋全家人。不客气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呢？唔是生意，今晡日让有閒來呢。唔是生意，今晡日讓有閒來呢。最近這波流感很嚴重，亞博嘅呀，亞波流感當嚴重，亞博嘅呀，亞波流感當嚴重。俗話說，藥補不如食補，醫病不如防病，打疫苗就是預防啊。人講藥補唔當食補，醫病唔當防病，注意防曬就可以預防啊。人講藥補唔當食補，醫病唔當防病，注意防曬就可以預防啊。請問我們全家可以過來打預防疫苗嗎？請問我哋全家人就得過來做預防啥麼？請問我哋全家人就得過來做預防啥麼？現在50歲以上的民眾，6個月到18歲的孩子，孕婦或6個月內嬰兒的父母都可以接種公費的流感疫苗。呀，50歲以上的民眾，60歲到18歲的成人呢，有健康的人，還有60歲內的兒童的兒童，都做得接種公費的流感疫苗。呀，50歲以上的民眾，60歲到18歲的成人呢，有健康的人，還有60歲內的兒童的兒童，都做得接種公費的流感疫苗。請問都是免費的嗎？請問都可以免費的係嗎？請問都可以免費的係嗎？如果是符合公費接種的對象，來我們衛生所施打，都是完全免費的。那係符合公費接種的對象，來我哋衛生所注射，都係完全免費嘅。那係符合公費接種的對象，來我哋衛生所注射，都係完全免費嘅。那我還不到50歲，就不能施打了嗎？今我還滿50歲，就做唔得做嘅係麼？今我還滿50歲，就做唔得做嘅係麼？你可以選擇自費到有流感疫苗的合約院所施打，只要繳交掛號費，唔做得用自費都有流感疫苗嘅合約院所去做啊，請記掛號費聽聽。唔做得用自費都有流感疫苗嘅合約院所去做啊，請記掛號費聽聽。俊宏，你也符合免費施打的資格啊，你忘記了嗎？真煩。沒有符合免費做嘅資格咯，記得咧係麼？真煩，沒有符合免費做嘅資格咯，記得咧係麼？你是6個月內嬰兒的父母，你係60歲內兒童嘅兒童呀，你係60歲內兒童嘅兒童呀。是啊，請問打完疫苗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？係呀。請問做疫苗過後有乜嘅要特別注意嘅麼？係呀，請問做疫苗過後有乜嘅要特別注意嘅麼？施打疫苗後，大約2個禮拜才能形成最佳保護力。做過疫苗大約要2個禮拜，才會有最好嘅保護力。做過疫苗大約要2個禮拜，才會有最好嘅保護力。但接種4到6個月之後，保護力會逐漸降低。不過做過4到6個月，保護力會慢慢的降低。不過做過4到6個月，保護力會慢慢的降低。而且每年流行的病毒株都不一樣，韓國當年流行嘅病毒株都冇同樣，韓國當年流行嘅病毒株都冇同樣。所以建議每年都要接種。姑嫂建議當年都要注意防曬。姑嫂建議當年都要注意防曬。我明白了，謝謝。我了解了，按是這樣。
俺了解嘞，俺是谁哦？有打有保护哦，有租有保护哦，有租有保护哦。